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天我来到了拥有得天独厚的气候与环境的台东鹿野乡。这里的茶产业远近驰名，据说与一位从新竹2次移民到此的客家人息息相关。温大哥的爸爸是不是第一个把红茶引进台东来的？对，当初一个局长在新竹县政府就跟我爸爸有认识，后来他被派到台东来，然后他回新竹，他就提到这个台东没有这个茶叶这一项。我爸爸大概52年的时候来台东，他就跟县政府、跟农会、乡公所研究看怎么样让台东有茶叶生产。55年就设厂了，56年我们就全家就搬到台东来了。是从哪里搬来？新竹关西，没有想到说茶叶会变成台东县的农特产，而且是特色的农特产。早期台东农业以凤梨和白甘蔗为大宗。温大哥的父亲只身来到这里，在没有茶园和茶苗，也没有茶农的情况下，发挥客家人坚韧的意志，努力打拼，不但成功的闯出一片天，也为台东的茶产业开启了一扇大门。西部的种出来的茶跟东部的茶是不是各有特色？当然啦，一个地区的环境它会造成茶叶品质的那个不同。我们这里是因为日温比较高啦，所以我们这里生长速度比较快，所以跟其他的茶区比的话，我们这个生产一年大概春夏秋冬之外，我们还有6叶白，还有一个是早春茶，所以我们的茶叶的那个香气会比较养比较好一点。不管是用不同的栽种方式，或是用不同的制程来烘焙茶叶，每一个制茶的细节都是先人们留下来的心血与智慧。辛苦了一个早上，热情的温大哥还特地请太太泡一壶上等的红乌龙与我分享。哇，好特别哦！它喝起来就是甜甜的，对，它是有红茶的口感，然后有乌龙茶的香气，对，然后又有一点点的那个蜜香，它这个是完全没有那个苦涩味，然后带那一点点的甜啊，跟那个熟果的清香味啊，对，它这样搭配起来好好喝哦。浓郁的茶香，甘润的喉韵，每一口茶汤都让我感受到客家先民在后山开垦的精神与热情。